在古早時代呢，全台灣是有4大牛墟，其中一大就佇咧南投的草屯。頂個月，這草屯牛墟邊仔的公共藝術牛墟印象，這是險險啊，互人家拆掉。今嘛經過在地人的搶救，鎮公所呢是同意撥經費來徵收。今仔日也找相關單位來甲在地人交換意見，討論未來要安怎活法。牛墟大部分攏來這交易嘛，牛的買賣嘛。第一個這個牛。它有沒有健康？就是摸它的牙齒。當地居民陳老師是古早草屯牛墟的所在，講牛墟的故事，甲草屯鎮長講這個所在愛保存的原因。草屯鎮長當場答應，未來這搭會參加了在地文史者的意見，設計出古早牛墟的模樣，模擬以早農業時代的景觀，讓牛墟的記憶傳承落去。較早牛的妹妹的搭建怎樣讓爸爸媽媽能夠帶小朋友過來來這看來看咱會國知影講咱較早期的農業生活是怎樣。南投故事館嘛，摕以早的相片，透過 AI 變做一段影片，把這張烏白的相片轉化做彩色，閣會叮當的 AI 動畫，讓現代人會當知影古早農業時代的模樣。這張相片就是迄當時老相片所翕的，你看這總共你就知影講這確實有影。留一個程度是到什麼程度？迄個牛較濟隻，嘛有人徛 TV 來遮看，嘛有這茅草屋，這稻草的厝，安那佇牛墟邊仔，這個公共藝術，原底頂話佇咱險險互人拆掉，好加在地文史工作者趕來主動，因為意識到農業文化的精神愛保留，草屯鎮公所即馬嘛同意保留。而且會撥經費，把這個公共藝術來徵收，讓農業時代牛墟文化繼續讓人看會到。記者洪一修南投報道。